新闻头开先来看非洲地震疫情，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含这地方来开会，有风声出来，讲农业部长陈俊贵已经规划伫咧上班，明年底就要禁止这用喷来饲猪，会搁业者讨论了后，才过来定案。 为了持续守护台湾猪，嘛要全面防止非洲地震，需要跨部会、跨县市共同合作。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2月7日甲地方政府开会，讨论的议题之一，就是外界正关注的油喷饲猪敢要全面退场。新北市伫会后已经有具体回应，表示配合中央的政策，会对明年12月开始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。3间油喷的饲猪场到时阵会全面改做是饲料来饲猪啊。 时间等于到今年10月，台中5车饲猪场发生非洲地震的疫情，互饲猪业心惊惊。疫调的结果讲，油喷煮无透是上有可能的感染来源，互油喷饲猪的风险加做是讨论的焦点。针对退场的机制，农业部长陈俊贵顶个月就已经有个大方向。至于说厨余的这些料源的部分哦，大方向。 我想我们会先禁用家户的厨余，那未来可能会用正面表列的方式来处理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个大方向，我们都知道外界都在关心厨余所造成的风险，好，所以我们也在研议说什么样的落日的情况之下，能够让厨余养猪业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期。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，12月7日会后，农业部长陈俊贵进一步表示，规划方案之一就是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，转型最后的期限是定伫2026年12月31日，不过还未定案。部分县市有其他的意见，还阁需要甲猪农来讨论。目前方案拢还未确认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